香港呢個繁華嘅都市裏面，每日都車水馬龍，有幾多人仲記得佢曾經係一個漁村呢？提起大澳，你會諗起啲乜嘢？冇錯，我哋呢度最主要嘅特色就係歷史悠久嘅棚屋、鹹魚蝦醬同埋龍舟游泳。我哋嘅祖先係逃難而來嘅學老人同埋客家人，佢哋大力發展呢度嘅各種事業。經過多年嘅變遷，而家呢度已經成為咗一條甜正鹹推嘅小漁村。大澳端午龍舟游泳已經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年嘅端午節，我哋嘅艦隊會帶住神像巡遊，祈求神明庇佑村民。而棚屋嘅來源係因為平實嘅土地無法俾大民帶來安全感，我哋嘅祖先喺海床上以木材搭屋，世代喺水上棚屋聚居。商店林立，賣海鮮乾貨同埋藥材，街上瀰漫着濃郁嘅海鮮香氣，仲可以買啲村民醃製嘅蝦醬同鹹魚，漫步其中樂趣無窮。此外，大澳仲有香港威尼斯之稱。從前村民係以環水道渡河，不過而家已經被深鐵橋取代。呢度嘅水鄉風情依舊洋溢，令呢度成為攝影愛好者嘅天堂。近年，村民喺捕魚嘅基礎上加以發展海產加工，不過呢度已經剩翻一所嘅公立小學，加埋呢度又遠離大市區，大多數嘅青年成年後都會離開。不過我並唔想去出邊雜亂嘅世界生活，我只係想留低打理呢個桃花源，繼續發展呢度嘅漁業同埋旅遊業。能有如此輝煌嘅現在，都係因為我哋心中有同一盞燈，照亮我哋嘅道路，引領我哋嘅腳步。我真係希望可以延續落去呢盞燈，照亮更燦爛嘅未來。太平山位於香港島嘅中部，係香港最高嘅山峰，海拔522米，係我小學嘅時候從常識書中學習到嘅。每當夜幕降臨，企喺太平山山頂俯視，就可以見到無數嘅城市燈光喺維多利亞港同摩天大廈間閃耀，形成一幅幅絢麗嘅畫卷，係香港繁華嘅象徵。每一盞燈背後都係無數嘅香港人嘅努力同埋付出，最終匯聚成為香港嘅萬家燈火。而香港嘅進步，正係由呢啲平凡而偉大嘅人所驅動嘅。從街頭嘅小商販到高樓大廈入面嘅白領，無論喺咩崗位上面，每一個香港人都喺度用緊自己嘅方式，為香港添磚加瓦，建築一棟棟直達雲霄嘅高樓。香港擁有豐富嘅歷史文化，為咗呢份文化傳承落去，我哋可以將香港嘅故事融入文創產業，而傳播俾更多嘅人，俾世界見到香港嘅魅力。而喺山頂廣場，我哋就可以揾到好多有關香港嘅文創產品，每一件作品背後都蘊含住設計者對香港嘅熱愛，佢哋記喺過去美好嘅紀念，都承載住我哋對香港未來嘅期待。喺太平山，我哋唔單止可以欣賞夜景，仲可以親身體會到香港嘅發展同埋變遷。無論未來點樣變化，璀璨嘅燈光喺香港人心中永遠唔會熄滅。太平山，香港嘅故事同所有深愛住呢片土地嘅人都永遠係呢一座城市最光彩奪目嘅一部分，照亮每一個香港人嘅心靈。穿梭港島九龍，唔知大家有冇坐過我哋公司旗下嘅天星小輪呢？每一日天星小輪都會由中環或者灣仔嚟往尖沙咀，但係你又知唔知喺呢一艘船嘅背後係經歷咗4代天星小輪改造之後嘅成果？曾經嘅天星小輪，無論係喺美觀或者係客容量上面，都冇辦法媲美依家嘅天星小輪。但係天星小輪到底係如何完成呢個脫胎換骨嘅改變，演變成為今日聞名世界嘅交通工具呢？其實佢靠嘅就係香港人世世代代嘅努力。喺我太公嘅時期，亦即係第一代嘅天星小輪，佢其實係靠住燃燒煤塊製造蒸汽嚟到發動㗎。不過呢，之後嘅發動方式就有所改變啦。首先呢，就係柴油燃燒，依家更加係用柴油發電機嚟到發動。雖然呢個睇起身都係非常之小嘅改變，但係實際上背後卻係好多香港人嘅努力。20年代末，香港工業發展蓬勃，而天星小輪都係受益者。由佢嘅發動方式天差地別就可以睇得出。但係天星小輪咁大嘅轉變，有乜可能就係靠一個人嘅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呢？其實佢靠嘅就係無數個香港人世世代代嘅努力，係香港人永不放棄奮鬥嘅精神，先令到天星小輪有今日咁嘅樣。今日當我望住天星小輪一班又一班咁樣喺碼頭度開出，當無數人再次踏上天星小輪，當無數人喺維多利亞港兩邊欣賞住天星小輪嘅成長痕跡，即使維港唔係好似以往咁寬廣，但係喺前人同埋唔同世代嘅人嘅努力下更加繁華。香港人、遊客、唔同種族嘅人，佢哋都見證着香港人嘅努力所帶嚟嘅成果。更重要嘅係，天星小輪唔單止係對香港人過去所付出嘅努力嘅褒獎，更加係對未來嘅展望。佢記錄住香港嘅輝煌，亦都會陪伴住香港再次創下佳績。香港有我哋嘅根，香港有我們的家。
喺呢度，每一架車、每一艘船、每一個軌跡，都承載住我哋嘅過去。香港有無限嘅想象，一同去見證更美好嘅未來，一同說好香港故事。